李曉紅伸手去床仔一摸，似乎暖粒粒嘅被竇裏邊摸唔到自己個仔噃。李曉紅啊一聲，佢成個彈起，鞋都唔着啦，向住外邊就衝出去。而被李曉紅叫聲嚇醒嘅趙健，完全唔知發生咩事。佢下意識咁望咗眼姚嵐，即時亦都汗毛倒豎，馬上追住個老婆衝出去。兩公婆一前一後，一邊跑一邊嗌，剛追出家屬區嘅大門呢，就見到冇幾遠嘅前邊有道黑影，正係孭咗一嚿人形嘅物體喺度行緊。黑影好明顯咁聽見後邊有動靜啦，佢收收又擰轉頭望咗眼，將嗰嚿人形物喺身上邊一綁，開始狂奔喺道路嘅盡頭，捐咗入一個小胡同裏邊。作為自細到大都係體育特長生，並且以體育作為謀生手段嘅兩公婆，點會就咁放棄？啄住佢尾，亦都衝入咗胡同。雖然黑影身上邊帶住一樣累贅，但係似乎完全影響唔到佢嘅速度。就算係呢一對運動健將，亦都冇辦法喺呢將近1公里嘅奔跑距離當中接近佢多少。眼睇住胡同去到盡頭咧，黑影左手護住自己背脊，一躍左腳已經硬咗喺院牆之上，右手順勢勾住牆頭，再輕輕一跳，就好似翻越欄杆一樣，輕輕鬆鬆咁就跳過咗呢一埲成個人咁高嘅圍牆啦。而喺跳過圍牆嘅嗰個瞬間，圍牆之上嘅路燈光照射喺黑影嘅背脊上。佢背脊上邊嘅人形物體，因為慣性動作揈起咗隻手仔，手腕嗰度一個銀色嘅啷啷喺路燈嘅照射底下閃咗閃，顯得分外咁刺眼。唔係佢兩公婆嘅仔，仲會有邊個？消失喺視野當中嘅黑影，再加之個啷啷嘅閃爍，令到李曉紅徹底咁失去咗精神支柱。佢忽然之間向前一撲，撲咗幾個關斗，瞓咗喺地上。而趙健就衝上院牆，向住院牆外邊望咗望，錯綜複雜嘅巷仔盡頭，仲邊有啲乜嘢黑影啊？趙健翻到去老婆身邊，李曉紅家私呢，亂埋喺角落頭，一味喺處喊。睇嚟佢除咗腳掌上邊嘅血跡之外，就並冇其他嘅部位受傷。鄰居呢個時候亦都聽到聲趕過嚟。體育學院院長話：咩回事啊？趙健只覺得全身軟賴賴，已經企唔住啦。有人偷咗我個仔啊！佢挨住牆邊，慢慢跣落地，坐咗喺老婆隔籬。咩話？有咩特徵噶？趙健呢個答案明顯出乎咗院長嘅意料。一向沉穩嘅佢，家私亦都騰雞起身。李曉紅喊晒口咁話：佢唔係普通人嚟嘅，我哋根本就埋唔到佢身，睇唔到佢咩樣噶。院長指一指幾個後生嘅教師話：快，你哋幾個揸摩托車四周圍揾下，見到有攬住細路哥嘅，一定要截住佢，即刻去，快！有個女教師話：我去報警。另一個女教師話：乜唔係失蹤24小時先至可以報警嘅咩？嗰啲謠言嚟㗎咋，細路仔唔見咗，隨時都可以報警噶。更何況家陣唔係走失啊，而係搶細路啊！死咯，一日都喺個新聞度，日日都播放嗰啲咩搶細路啊咁，將啲人都教壞晒啦。院長聲都震埋咁話：唔好多講啦，快啲報警啦！5分鐘之後，體育學院四周圍嘅大街小巷遍佈咗10幾架閃住警燈嘅警車，見人就查，見人就問。仲有一架警車無聲無息咁停咗喺李曉紅屋企門口。幾個身着住現場勘查服嘅警察用足跡燈喺房間裏邊逐啲照射。一個痕跡檢查員一邊睇住腳印，一邊話：41碼鞋，全新嘅，而且係嗰種市面上經常會見到嘅鞋底花紋。咁樣嘅腳印幾乎冇任何鑑定嘅價值嘅。另一個痕跡檢查員就話啦：門框、床邊全部揾勻晒啦，案犯係戴住細紗布手套作案，
冇留低任何嘅指紋。刑警中隊壓喺走廊之上話：案犯呢係精心準備過嘅，精心策劃，極強嘅反偵查意識，明顯係個慣犯嚟嘅。唔知我哋通過排查有類似劣跡前科嘅人員，可唔可以有所發現呢？技術中隊長除低手套，點起咗支煙就話：現場呢冇可以甄別犯罪嫌疑人嘅證據，唯一嘅希望就係個細路本身。個細路啲相已經攞咗去印，派出所請示分局出咗10萬嘅原相嚟徵集線索，而且附近2個派出所、一個特警大隊同一個責任區刑警中隊嘅人馬基本上都押晒上嚟，只要個細路一蒲頭，肯定可以揾到嘅。講完，佢行入屋，望咗眼成屋都係玩具，輕輕咁嘆咗口氣。李曉紅喺派出所裏邊喊晒口咁話：佢唔係一般人，佢絕對唔係一般人嚟噶。省運會1000米嘅長跑紀錄係我，而佢攬住我個細路，跑得比我仲快，仲可以咁輕鬆咁翻過2米高嘅牆。佢唔係一般人，唔係一般人啊！我相信你哋肯定可以揾到佢噶。派出所長斟咗2杯茶，輕輕咁擺喺面前呢對小夫妻嘅面前，想安撫下佢哋嘅情緒。你講嘅線索呢，好緊要，我哋會向刑警部門報告呢個線索嘅，從有體育特長嘅人員當中去排查，我哋一定會竭盡全力去破案嘅。趙健話：咁現場呢？你哋揾唔揾到證據啊？派出所所長擰一擰頭。趙健拿實拳頭話：你哋真係冇用啊！佢入到我屋企，偷咗我個細路，點會冇留低證據噶？你話啦，點會冇留低證據噶？所長撳住佢膊頭，叫佢坐低先，唔好衝動。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哋嘅心情，但係證據呢家嘢，揾到就有，揾唔到就冇噶啦。唔係你講咁樣，一定會有，而且肯定可以發現到嘅。我哋家時最重要嘅工作呢，仲係先揾翻個細路。我哋呢，派出咗大量嘅警力，亦都掛出咗原相，群策群力。我哋亦都希望個細佬哥可以平安翻嚟嘅。李曉紅將塊面埋喺手掌入邊，咁喊住話：佢點解要偷我個細路？點解？拐賣兒童呢家嘢呢，呢幾年嚟年年都會有發生噶啦。我哋都盡全力去打擊嘅，亦都鏟除咗好多個團伙。但係呢，仲係有人為咗錢去做呢啲咁冇天裝嘅買賣啊！佢發晒癲咁做，點解我個仔喐都唔喐嘅？係啊，我個仔冇喐過，佢冇掙扎啊！佢應該知佢係壞人嚟噶。李曉紅忽然之間惡高頭，一面眼淚水咁話：阿仔唔會亂講！趙健大叫一聲，佢見到自己老婆咁悲傷，又於心不忍，坐喺佢身邊攬住佢膊頭。李曉紅挨喺老公嘅膊頭之上，喊到肥哩肥哩。點算啊？你話我哋點算啊？我好掛住佢啊！2016年7月13號嘅凌晨，南安市郊區南安市公安局看守所，新上任嘅市局監管支隊副隊長兼看守所所長黃小明呢，正係坐喺闊落嘅辦公室裏邊睇住電腦上播放出嚟嘅電影。喺市局機關，好似黃小明咁樣30幾歲就被提拔為正科實職嘅幹部，實在就唔多嘅。咁所以黃小明不嬲都好自負。黃小明係做政工工作提拔上嚟嘅，去到實戰單位就發現實戰單位查實都不外如是啫。
佢每日就辦理一啲收監啊、提審啊、管教之類嘅工作，可以話根本就冇咩技術含量嘅。你懶啲又得，積極啲又得，反正看守所嘅大院院牆就響樹，牆頭之上有荷槍實彈嘅武警日夜監守，幾盞高瓦數嘅探照燈亦都行響樹，幾百台攝像頭24小時不間斷咁工作。待審嘅嫌疑人就只能夠乖乖地老老實實咁喺樹踎監，甚至連下水道都全部鎖住。呢一棟連隻雀仔都難以飛得出去嘅高牆大院，完全唔會因為佢哋工作係咪積極而發生幾大嘅改變。組織部門決定提拔黃小明嘅時候，市局黨委好明顯對佢都仲係唔係咁放心，揾佢傾過好多次偈㗎啦。嗱，注意啦，係好多次，邊有話提拔個正科級幹部要傾好多次偈嘅？都係第一次聽聞嘅啫。領導講嘅只不過係啲乜嘢加強管理啊、優化性能等等一大堆嘅官腔說話，老生常談，搞到佢仲以為實戰部門真係咁緊張、咁嚴肅添。其實真係不外如是嘅啫噃。市局黨委揾佢傾偈嘅時候呢，要求佢上任1個月之內必須食住都喺看守所裏邊。一個係熟悉看守所裏邊嘅各項工作，二個呢亦都係磨練下佢嘅意志，等佢捱下鹹苦。熟悉業務就冇問題嘅，但係捱苦，假使啲在押人員啊食住得咁好，我呢個一把手又點會差得去邊呢？諗到呢度，黃小明就冷笑咗兩聲。假使呢各個監區嘅看守人員都喺空調房裏邊瞓到冧一冧啦啩，但係我仲喺樹堅守住，咁都算係盡忠職守啦啩。黃小明睇住呢部電影都幾有意思，開頭都幾隨意，之但係慢慢情節就漸入佳境啦。而得到情節即將達到高潮嘅時候，外邊忽然之間隆一聲。看守所辦公室隔音系統唔錯嘅，能夠聽得見咁大動靜，咁好明顯外邊一定發生咗好大件事。唔緊要嘅，棟高牆咁厚，成個連嘅駐守武警，幾十支槍，喺呢個太平盛世，就算有膽大包天嘅狂徒，又做得出啲乜嘢？黃小明個心係咁樣諗嘅。於是佢伸咗個懶腰，拉開個窗就向外邊望過去。之但係外邊好明顯已經亂晒大龍啦。